生人。最常同人講嘅一句話就係：我唔驚你贏，最驚你唔嚟。好多人以為我係講笑，又或者覺得自己可以用技術同運氣打敗我。但我今日用幾十年嘅經驗話你知，你想靠低博發達，簡直係勒人說夢，且唔單止係夢，係一個由無數專業人士精心設計出嚟，專門針對你嘅夢，一個令你心甘情願掏空自己嘅夢。我由10幾歲開始接觸呢個行業，由最底層做起，睇過莊家點樣運作，睇過鬥客點樣輸光，亦睇過整個系統係點樣一代一代咁演進，變得越嚟越精密，越嚟越無懈可擊。我講嘅嘢唔係書本知識，係幾十年落地嘅親身觀察。今日呢一段分享係我第一次將呢啲嘢完整咁講出嚟，因為好多嘢我喺行內係唔可以講嘅，唔係。但我今日決定講，因為我覺得你有權利知道，聽完之後你可能會出一身冷汗，因為你會發現你以為嘅自由選擇嘅，其實每一步都係人哋設計好嘅劇本。如果你覺得呢段嘢對你有用，或者你想知道更多行內從來唔對外公開嘅秘密，只粒喎。記得撳下訂閱同打開小盒洞，因為接落嚟我仲有更多嘢要講，而且有啲嘢我只會喺呢個頻道講，唔會喺其他地方出現。好，自然我哋開始。道場根本唔係一個撞運氣嘅地方，而係一部由數學家、心理學家、神經科學家甚至風水師聯手打造嘅精密收割機。你以為你入去係搏緊個未來，其實喺莊家眼中，你只係一嚿入咗鑊嘅魚肉腸，精密佈置遊戲入面嘅養分。你引以為傲嘅自控力喺呢套系統面前，脆弱得好似一張紙。你以為係你選擇走入嗰道門前和，但其實早喺你踏上停車場嗰一步開始，你已經係局中人。我開咗大半世人嘅頭場，見過太多人以為自己係是人，如何最終卻發現自己從來都係自物。呢篇嘢我唔係要你學識點贏，因為長線而言根本冇得贏。我係要你真正睇清楚呢個系統有幾精密，有幾深。等你由今日開始，至少係一個有眼睛嘅人，一個有眼睛嘅人同一個盲目入局嘅人，結局可以差天共地。我哋先由風水講起。好多人覺得風水係迷信，係老人家嘅玩意，同現代商業無關。但我告訴你，世界上最頂尖嘅底場背後全部都有風水助陣，唔係因為莊家迷信，而係因為風水嘅核心係心理學，係空間對人類潛意識嘅影響。佢唔需要靈驗，佢只需要有效。我親眼見過風水師同建築師坐喺同一張台度開會，一個講氣口，一個講動線，講嘅其實係同一件事，就係人入嚟之後點樣走，點樣感覺，點樣流落去嘅。佢哋追求嘅目標係一致嘅，就係令你進得去出唔嚟。我見過某個同行喺荒山野嶺布下一個令人聞風喪膽嘅風水陣，要入佢個鬥場，你一定要坐一條極長嘅銅車升上半空。普通人以為係噱頭，係景觀設計，係吸引遊客嘅賣點，但風水師眼中另有一番解讀。當你足不沾地，眼浮於半空，氣場飄忽嗰陣，你嘅根基已經在無形中被切斷。人係需要大地之氣嘅，腳踩實地
心才踏實。但喺窿車上面，你有一種奇怪嘅漂浮感，理性嘅窿開始鬆動，淺險嘅同望開始升騰。你已經離開日常嘅狀態，進入一種輕度嘅脫離現實嘅感覺，而恰恰就係呢種感覺，令你之後嘅判斷更加容易出現偏差。莊家要嘅就係你未入門先失根。當你落咗車，行向刀場嘅路邊，你會發現種滿各種植物，但呢啲植物唔係隨便種嘅。喺風水學入面，某些植物嘅形態或者暗音代表吸納、引導、鎖住嘅意象，係引導氣流困住人嘅能量嘅佈局。路邊擺放嘅原住民雕像、手持嘅武器，全部指向入場方向，象徵將你嘅氣勢、你嘅財運、你嘅運勢全部往內引。未入大門，你嘅氣勢已經輸咗一半。你行嗰條路已經係一條設計好嘅能量通道，你係被引導進去，唔係自己走進去。進入內部之後，你以為自己係入咗一幢豪華建築，但真正嘅格局係一隻展翅嘅蝙蝠。蝙蝠喺中國文化入面係福氣嘅，但喺風水戰爭嘅語境下，呢隻蝙蝠展開雙翼，係要將所有進場嘅人包裹住，令你無路可逃。核心嘅貴賓洞區偏偏設喺形狀好似倒扣魚絲嘅樓層，無形中用一道能量貼住你個荷包，令你難以抽身。你以為自己係自由嘅，整個空間嘅格局係圍繞住如何令你留低而設計嘅。最經典嘅係我所見過最厲害嘅一個設計，行家稱之為鑊底陣，坊間又叫溫水煮青蛙。道場嘅天花板係一個巨大嘅倒扣滑蓋，而廚房就偏偏設在道場正下方。喺風水格局上，地下火正旺，上方嘅人就係鑊入面嘅魚肉。你以為自己係坐喺豪華嘅椅上同緊錢，但喺整個空間嘅能量流動入面，你係一條被緩緩加熱嘅青蛙，側側得角，迷迷糊糊，舒舒服服，直到你鐵底被煮熟，連反應都嚟唔切。大家入斗場嗰陣，有冇見過一啲令你覺得好唔舒服、好怪異或者好難解釋嘅裝修設計？可能係某個角落嘅雕塑，可能係某幅畫嘅朝向，可能係某個燈嘅顏色。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等我同你逐一拆解背後到底係咩局。你說唔定見過嘅嘢，其實係我講嘅某一種陣法。我講呢啲唔係叫你信風水，而係要你明白一件事，就算你完全唔信風水，呢啲設計依然有效，因為佢係建基於人類對空間嘅潛意識反應。你唔需要知道自己被影響，佢依然影響緊你。呢個係最可怕嘅地方，係你甚至唔知道攻擊係從哪裡來嘅，係風水係外因，人心係內因。我喺我呢個臨海嘅地城見過無數人，由精英變廢人，由老闆變乞衣，由恩愛夫妻變得妻離子散。輸家嘅特徵其實個個都差唔多，心理學和就好似用同一個模子印出嚟。我見過幾百個、幾千個，最後全部走向同一個結局，因為佢哋嘅行為模式係一樣嘅，可以預測嘅，係莊家早就計算好嘅。第一種特徵係身體嘅不受控，神情極度緊張，眼皮跳，手震，靜和，有時候整個人會不由自主咁抽動一下。呢唔係戲劇，係真實嘅生理反應。大腦承受嘅壓力已經超過負荷上限，
皮質醇飆升，腎上腺素失調，身體用泵頭嚟釋放過剩嘅壓力荷爾蒙。喺醫學上，呢係一種應激反應，同戰場上嘅士兵所經歷嘅同一回事。但呢啲人唔係喺戰場，佢哋係坐喺一張舒適嘅椅上，喺空調房裏面手持一把籌碼。第二種特徵係對速度嘅執着。輸緊嘅人會不停催促荷官派牌，用語言或者眼神施壓，經一慢下來，理智就會回歸。和佢哋嘅大腦深處其實知道自己喺做一件錯誤嘅事，但多巴胺嘅衝動同損失厭惡嘅恐懼加在一起，逼着佢哋用速度嚟麻痹大腦塊，係為咗唔俾自己有時間思考。因為一旦有時間思考，理智可能就會話夠啦，走啦。但佢哋唔想要呢個聲音，所以要用速度淹沒佢。第三種特徵係眼神嘅兩個極端，要麼係飄忽不定，不斷掃場和揾所謂嘅旺台，以為換個位置就可以換運氣；要麼係死盯住路子，揾規律，揾模式，以為下一手一定係紅，因為前面出咗7手黑。但我要告訴你，無論係百家樂定係輪盤，每一手都係獨立事件，概率唔會記得上一手嘅結果。揾路子係人類大腦對混沌嘅防草機制，係一種強迫自己相信世界有規律嘅心理需要。但喺鬥場裏面，呢種需要只會令你輸得更快，輸得更有把握。第四種特徵係迷信性嘅條件反射，着同一套衫，坐同一個位，出牌前必須摸一下籌碼，甚至有人要對絕牌吹氣，或者在心裏默默等嘅一句咒語。呢啲行為喺心理學上有個名字：信性強化。人類喺某次隨機事件後，如果獲得獎勵，就會記住當時嘅行為，並且重複。就算邏輯告訴你呢個行為同結果毫無關係，你嘅大腦依然會記住，用呢種虛假嘅掌控感去掩蓋內心深處對失控嘅恐懼。而道場完全唔會阻止呢種行為，因為呢種行為令道客覺得自己係有方法嘅，係有策略嘅，係值得繼續嘅。第五種特徵係永遠外部歸因，輸咗錢係因為夾逼嗰個人咳嗽，打亂咗牌個氣氛，係因為荷官嗰張念象得唔好，係衰人，係因為有人半途加入改咗牌路，係因為今日出門前唔小心打碎咗嘢，犯咗衰神。永遠唔係因為自己嘢，永遠唔係因為數學概率。呢種歸因方式令動徒無法從輸錢中學到任何教訓，因為喺佢嘅世界觀裏面，自己嘅河輸從來唔係自己嘅問題，所以下次繼續入場係合理嘅，因為佢從來冇輸過，係外部因素令佢輸嘅。呢個係一個永遠無法自我修正嘅思維閉環。你身邊有冇朋友係符合我講嘅呢幾種特徵嘅？不停揾旺台，不停講運氣，輸咗錢就怪東怪西。如果有嘅話，喺留言區打個一出嚟，唔使踢佢，因為佢可能唔想承認。但你心入面知，我講嘅就係佢。有時候一個人能夠開始改變，係因為有人肯正視佢嘅問題。第六種，亦係最可怕嘅一種，係選擇性記憶。贏過1000蚊，可以喺朋友飯局間講足1年，添油加醋，越講越勁。由1000蚊講到變成1萬，輸過10萬就話輸少少啫，或者其實唔計上個月嗰次都係贏嘅。
人類嘅大腦天生就有美化記憶嘅傾向，我哋傾向記住快樂嘅事，壓抑痛苦嘅事。道場嘅設計正正係利用呢種傾向，切和令你永遠記得贏嗰次嘅爽感，淡忘輸嗰次嘅痛苦，然後繼續入場。呢個唔係你嘅錯，係你嘅大腦嘅設計整。但道場係故意利用呢個設計嚟對付你。等佢哋進入最後一個階段，你就會見到一種獨特嘅狀態，滿臉油光，係因為皮脂腺因壓力過度分泌，雙眼充血，係因為長時間無眨眼無休息，整個人嘅神情係一種奇怪嘅麻木同亢奮混合嘅狀態。我稱之為生理斷電，皮質醇持續分泌，腎上腺素早已透支，但大腦依然係開機狀態，係靠着煙、咖啡、提神飲料強行維持。呢種狀態下嘅判斷力係零，但佢哋唔走，走唔了，就係和，亦唔想走，因為走咗就代表輸，係一種心理上嘅認輸。而佢哋嘅自尊心唔容許理解咗人嘅行為。再深入講神經科學，點解一個原本好聰明嘅人一入道場就變咗第二個樣？唔係因為道場有魔法嘅和，而係因為道場嘅每一個設計細節都係針對你大腦最原始嘅硬件，係一場頂級嘅神經科學戰爭。和，而且係一場你唔知自己正在打緊嘅戰爭。首先係對時空感嘅剝奪，你有冇發現道場入面從來唔會有槍，從來唔會有鐘，唔係因為裝修需要，而係刻意為之。當你失去咗自然光線，晝夜節律就開始紊亂。你唔知依家係下午3點定係凌晨3點，你嘅生理時鐘失去參照，冇咗鐘。你唔知自己已經錯咗多耐，2個鐘可以感覺係半個鐘，半個鐘可以感覺係2個鐘，視乎你係贏緊定輸緊。次和喺一個同溫同濕略高含氧量嘅環境下，你嘅身體持續處於興都亢奮狀態。精神係好嘅，但判斷力係差嘅。切和呢個係設計出嚟嘅狀態，唔係副作用，係目的。第二係香薰嘅戰爭，道場會喺通風系統入面噴攤特殊嘅香薰混合物。有研究顯示，特定嘅氣味可以降低人嘅焦慮感，提升愉悅感，甚至增加人嘅豪爽程度同冒險意願。你唔會察覺和，因為你冇辦法追蹤空氣，但呢啲分子已經進入你嘅鼻腔，影響你嘅情緒系統，改變你嘅決策模式。和你以為你今日心情特別好，特別大方，特別敢搏，其實你係俾人噴咗藥，係一種你唔知情嘅化學影響。第三，貨幣嘅代幣化，呢個係我認為最天才嘅設計之一，亦係最不道德嘅一個。點解道場唔直接用現金？因為當你將1000蚊現金換成10個籌碼，你嘅大腦對損失嘅感知就已經改變啦。現金係真實嘅，係有質感嘅，係你工作咗多少個小時換回嚟嘅，係有溫度同記憶嘅。但籌碼係一個抽象嘅圓形塑料片，顏色鮮鮮，份量輕盈，係一個遊戲道具。喺你嘅潛意識裏面，呢啲唔係錢，係由你積分。輸一個籌碼嘅心理痛苦，遠遠細過輸一張100蚊紙。經濟學上有大量研究支持呢一點。代幣化係降低損失厭惡，令人落注更大更快嘅最有效方法之一。而道場幾十年前已經發現並且採用緊。
第四係輸家設計，亦即係差點贏嘅設計。呢個係好多人唔知嘅秘密。場裡面大部分嘅機器同遊戲係刻意設計成差點就贏嘅感覺。你拉老虎機，2個符號中咗，第3個差1格，你打百家樂，而你孤注一定壓大，最後莊家6點打平。呢啲差點就贏嘅時刻，喺大腦入面引發嘅多巴胺反應，同真正贏咗係幾乎一樣嘅。但你冇贏到錢，你只係蝕咗錢，同時你嘅大腦收到一個信號，就係再嚟多一次就得，差一步之嘛。東牆就係靠住呢種感覺嘅，令你覺得成功就係近在咫尺，一直坐落去，一直輸落去。你試過喺差一步就贏嘅時候決定走嗎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試唔到，因為人類天生就討厭未完成嘅事。心理學上叫做塞格尼克效應。和你對差點完成嘅事情記憶最深，執念最強。道場將呢個效應變成佢嘅武器，你每次差點贏就多一份捨唔得走嘅理由。喺留言區話我知你最長試過坐幾耐？係咪原本打算坐1個鐘，最後坐咗一整晚？第55係最致命嘅多巴胺戰爭，贏錢嗰一瞬間，大腦釋放嘅多巴胺濃度同吸毒係相近嘅水平。我唔係誇張，呢係神經科學嘅研究結論，有腦掃描數據支持嘅。問題係大腦有耐受性，第一次贏100蚊嘅爽度，到後來需要贏1000蚊先有同樣嘅感覺。大腦嘅獎賞系統唔斷地提高門能，你需要越來越大嘅刺激先能夠觸發同等嘅快感。呢個係成癮機制嘅核心。直播、毒品、酒精所有成癮行為嘅共同原理，賭場根本唔怕你贏錢，只要你阻過嗰種多巴胺爆發嘅滋味，遲早會加大注碼繼續玩落去，然後連本帶利還翻出嚟，仲有埋利息。佢哋係做一門長線嘅生意，投資喺你嘅神經系統等你嘅大腦上演，然後你就係一個穩定嘅收入來源，而且輸錢嘅痛苦。而對於大腦嚟講係一種強烈嘅負面刺激，而人類喺強烈嘅負面刺激下，第一反應係逃避，但第二反應係反駁。輸咗錢之後，大腦會激活一種想要補翻嘅衝動，呢個喺行為經濟學上叫做損失厭惡驅動嘅風險追逐。簡單講就係輸咗錢之後，你會變得更加願意冒險，更加想博大，因為你嘅大腦想要恢復到損失之前嘅狀態。而呢個時候嘅判斷係最不理性嘅，亦係莊家最希望你進入嘅狀態，因為一個唔理性嘅賭客係一個更容易輸更多嘅賭客。我哋依家講一個好多人唔知道甚至唔相信嘅部分，係鬥場嘅另一面，係一般遊客唔會留意到嘅部分。和任何一個大型賭場一定會面對一個問題，就係鄧客輸錢之後留下嘅怨氣、絕望、臨痕、悲傷呢啲情緒嘅能量，會積聚喺空間入面。好多人笑呢啲講法，但喺風水學同環境心理學嘅交界處呢，其實係有跡可循嘅。一個長期充斥住輸家嘅悲痛怨恨、無助嘅空間，就算唔講能量，都會形成一種難以言說嘅壓抑氣氛，令入場嘅人下意識地感到不安，而不安嘅人係更加容易做出非理性決策嘅人，係更加容易輸錢嘅人。
所以莊家要做嘅，將呢種負面積累引導出去，維持道場內部嘅一種特定能量狀態。所以在大型道場附近，常都會存在一座空喺外牆發黑陰森恐怖，有點像爛尾樓嘅建築物。好多第一次看到嘅人會感到奇怪，寸金尺土嘅地方，點解容許呢種建築存在？點解唔拆？點解唔改建成商業用途？其實呢種建築唔係設計上嘅失敗，而係刻意為之。喺風水師嘅術語入面，佢叫做化煞樓，係成個道場系統嘅排氣口。所有入場者帶進嚟嘅所有輸家流落嚟嘅負能量，透過特定嘅空間設計，被引導向呢座建築，喺呢度積聚消散緩和，而唔係留喺道場內部，影響莊家嘅氣場同下一批道客嘅狀態。你有冇喺某個道場附近見過呢種莫名其妙存在嘅建築？可能係一座唔知做咩用嘅舊樓，可能係一個荒廢嘅空間，可能係一道你唔明點解要存在嘅牆。喺留言區描述俾我知，形而機嘅，因為你見到嘅好可能就係我講嘅化煞局嘅一部分，而你一直以為佢只係一棟普通建築。我見過好多莊家喺開場前都會做一套專門嘅儀式，唔係表面上嘅迷信，而係一種心理建設，同時亦係提醒員工見啦，呢個地方有特殊嘅能量流動，要學識自我保護。荷官通常係道場裏面最冷靜嘅一群人，係因為佢哋接受過長期嘅訓練，要令自己成為一個情緒嘅過濾器，把動客嘅情緒波動完全隔離在外。一個好嘅荷官，無論動客係興奮、絕望、烈怒、崩潰嘅，佢自己嘅表情都係平靜如水。因為一旦荷官嘅情緒被感染，整個排谷嘅秩序就會動搖。佢哋係被訓練成人形防火牆嘅道場系統嘅一個關鍵零件。老一輩會告説孕婦千萬唔好入酒場，呢個習俗表面上係迷信嘅，但背後其實係一種控訴嘅智慧啊！孕婦係最容易接收環境情緒嘅人群，加上身體機能係集中喺孕育生命界嘅壓力刺激更加敏感，免疫系統同神經系統都係處於一個特殊嘅狀態。道場係一個高強度嘅情緒場，喺裏面長時間停留，對身體本身就係一種負擔，唔需要玄學，單從生理角度都唔建議。我哋翻嚟講一個更實際嘅問題，就係數學。好多人覺得自己有辦法通過技術或者策略打敗道場，呢個諗法嘅根本錯誤係對期望值嘅誤解。任何一個道場遊戲，莊家嘅優勢係建立喺概率設計入面嘅，係數學上嘅必然結果，係寫死喺遊戲缺口裏面嘅。任盤有零號同雙零號呢兩個格就係莊家嘅利潤來源，令每一注嘅期望回報率低過100%。百家樂係公認最接近公平嘅遊戲，但莊家嘅優勢依然係1.06%係莊家位，1.24%係閒家位。做法則之下，只要你玩足夠多手，莊家就一定贏。呢唔係玄學，唔係運氣，係數學定理，係一條無法繞過嘅方程式。有人會問，但係有人係真係贏咗，我見過啫，係確實得有人喺短期內贏咗大錢，但道場唔怕你贏錢。
因為佢哋係做緊一門統計學嘅生意，佢哋唔係同你個人博弈，佢哋係同所有盜客嘅整體博弈。某一個人贏咗100萬嘅，但同一時間係鬥場裡面嘅幾千個，其他人加起嚟輸咗幾千萬。佢哋用嘅係大數法則，只要鬥客夠多，時間夠長，莊家嘅數學優勢就一定會體現出嚟，唔係可能，係必然係板上中東嘅事。更加可怕嘅係，就算你真係贏咗嘅，你大概率唔會喺贏嘅時候離開，因為多巴胺唔會讓你連續贏錢嘅時候，大腦嘅獎賞系統係持續亢奮嘅嘢。你會覺得自己係天命之人，覺得今日係自己嘅日子，覺得走咗好可惜，覺得自己係因為某種原因掌握住咗規律，但運氣係均值回歸嘅。你嘅連贏遲早會終止，而喺多巴胺影響下，你唔會及時離場，你會到連最初嘅利潤都套翻出嚟，甚至倒蝕。我喺自己嘅洞場裏面見過太多呢種故事。一個商人3個鐘頭贏咗200萬，坐喺度笑，我行過號拍拍佢膊頭話佢好嘢，但我知道佢唔會走，佢唔走繼續坐，最後輸到只剩翻路費，連停車費差點都俾唔起。走前問我，你點解唔叫我走？我話我叫過佢，話佢知，但佢就係走唔了呢。唔係意志力嘅問題，神經科學嘅問題，係多巴胺嘅問題。係喺那種狀態下，任何人都係差唔多嘅。我想講一個好多人唔願意承認嘅真相，就係賭博上演係一種疾病，唔係品格問題，唔係意志力問題，唔係家教問題，係大腦嘅化學問題。賭博成癮同毒品成癮似嘅，喺大腦機制上係非常相似嘅，都係多巴胺系統嘅失調，都係獎賞路徑嘅劫持，都係一種大腦學習機制被扭曲嘅結果，係嘛？所以你唔可以簡單地話你唔賭就係啦，你意志力差就好似你唔可以對一個抑鬱症患者話你想開啲就係啦，係一樣嘅道理。如果你身邊有人係賭博成癮嘅狀態，佢需要嘅唔係責備，唔係羞辱，唔係放棄，係支持，係專業幫助嘅，係一個唔會因為佢輸咗錢而離開佢嘅人。我見過太多家庭因為賭博而破碎，但破碎唔係因為賭徒係壞人，而係因為冇有人係對嘅時間以對嘅方式幫佢，係因為大家唔明白賭博成癮係一種需要治療嘅病，而唔係一種需要同罰嘅惡習。如果你或者你身邊有人正在面對賭博嘅問題，希望你喺留言區打我明白，唔使解釋契和，唔使說明細節，只係俾自己一個承認嘅機會。有時候改變係由一個小小嘅承認開始嘅。好多人問我，錢懷，你開咗大半世鬥場，賺咗咁多錢，良心上係咪過意唔去？我係有掙扎嘅，我唔會講大話，我唔想係一個自我合理化嘅人。但我有一條自己嘅原則，就係我嘅低場從來唔做2件事。第一係唔向未成年人開放，任何年齡存疑嘅人一律驗證身份，淨容忍，唔講情面。第二係唔主動追債，同客輸到求我借錢，我唔借，唔係因為我唔想賺，係因為我知道借咗嘢會令佢繼續輸，令問題螺旋式惡化。我唔係慈善家，我係生意人，但我嘅生意有底線。
係因為我見過太多冇底線嘅下場。我自己從來唔東，唔係因為我唔想，而係因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輸嘅必然性。知道廚房係點運作嘅人，唔會去食某啲外賣，因為佢知道入面放咗咩。我知道租場係點運作嘅嘢，所以我知道入面有咩等住我。呢個叫做知識嘅保護，係我唯一信任嘅保護。你喺灶台上面唔係單止係同莊家博弈嘅，你係喺度同自己進化咗幾百萬年嘅生物本能對抗。人類對即時獎賞嘅渴望，對風險嘅錯誤評估，對模式嘅過度解讀，對損失嘅厭惡，對社會比較嘅敏感，所有呢啲都係進化留落嚟嘅本能，係在數百萬年嘅生存環境下磨練出嚟嘅逆和。但今日嘅鬥場係針對呢啲本能而設計嘅陷阱，係用幾十年嘅現代科學嚟自殺一個幾百萬年歷史嘅大佬。一場根本唔公平嘅戰爭，而你係嗰個注定處於劣勢嘅一方人，係贏唔過本能嘅。就算係最理性嘅人，喺足夠精心設計嘅環境下，都會被自己嘅本能出賣。所以問題從來唔係你夠唔夠理性迎和，而係你係咪應該將自己放喺一個本能必敗嘅環境入面。套場唔係驚你贏，係驚你識得喺贏嘅時候走則和。而呢個喺贏嘅時候走，幾乎係反人性嘅，因為贏緊嘅時候正係多巴胺最高嘅時候，係你最唔想走嘅時候，係你覺得自己最無敵嘅時候。所以即使理論上存在贏咗就走嘅策略，在實戰上能夠做到嘅人少之又少，少到可以忽略不計。而鬥場係做緊大數嘅生意，就算萬中有一對佢嘅整體利潤，結果係冇影響嘅。風水局或者破得到嘢。如果你真係對玄學有研究，你可能識得用某些方法去對應空間嘅能量設計。數學概率係可以理解嘅。如果你夠理性，你係知道場有固定嘅莊家優勢，知道長線係唔會贏嘅，但你內心嗰份想不勞而獲嘅執念，邊個救得到？而呢份執念唔係因為你係壞人，係因為你係人，係因為人類天生就有想要用最少付出換最多回報嘅傾向，生存本能嘅一部分，係黑，係你 DNA 入面嘅。但喺現代社會，呢份本能已經被商業系統嘅設計者精準地用作收割工具。我見過太多聰明人喺鬥場輸掉一切，有律師，有醫生，有工程師，有大學教授，有成功嘅商人。知識唔係保護，理性知識唔係保護，因為呢唔係在知識層面嘅戰爭，係在情緒同本能嘅層面嘅戰爭。而喺嗰個層面時，你嘅學歷同職業係無關嘅，大家都係一樣嘅大腦，一樣嘅多巴胺系統，一樣嘅弱點。贏錢係過程，輸清係結局。唔係要嚇你，我係要告訴你，我用幾十年親眼見到嘅統計事實，10做9輸，而嗰一個贏嘅，大部分都係贏咗一陣，最後都係輸。唯一持續贏嘅咪係莊家，而莊家贏係因為數學，唔係因為運氣，唔係因為佢哋更加聰明，係因為佢哋掌握咗遊戲嘅結果，係因為佢哋設計咗呢個遊戲，係因為規則係佢哋寫嘅。你想贏莊家，唯一嘅方法係唔好玩莊家嘅遊戲。當你唔再有嗰份想不勞而獲嘅執念，
當你清楚地知道呢個遊戲嘅本質特長，對你就失效啦，因為你贏了，而係因為你根本唔入局。呢個先係真正嘅勝利，係唯一嘅勝利，亦係最貼底嘅勝利。我呢一世人亦話教咗好多人做生意，教咗好多人識人睇人，但最想教嘅係你睇清楚自己，知道自己嘅弱點係邊度，知道自己嘅大腦係點樣運作嘅，知道自己喺咩環境下會失去判斷力。呢個係最貴嘅智慧，係任何學校都唔教嘅嘢。心理學和。如果今日呢段分享令你對自己或者身邊某個人有咗新嘅了解，如果你覺得有人需要睇到呢段嘢，就幫手分享出去。你唔知你嘅一個分享可能係某個人嘅轉捩點，撳個訂閱，打開小鈴鐺。因為下一期我會繼續帶你睇更多你從未見過嘅商戰、真相同人性秘密，係嗰啲喺台面上冇人肯講，但每個人都應該知道嘅嘢。接獲，下期再見。希望每個人都能揾返屬於自己真正嘅根基，都能夠在清醒嘅狀態下選擇一條屬於自己嘅路，而唔係喺別人設計好嘅遊戲入面做一條唔知道自己正在被煮嘅魚。